在地新闻继续来看这件，啉酒就变款，竟然是安尼来对待家己的某囝。有网友来翕下着影片甲相片，一对母仔囝，互这个爸爸罚跪伫路边，双手阁举悬悬。因为一来安尼危险，二来嘛认为卡着不当的管教，所以当下就有人报警来处理。结果讲这已经毋是第一届咯。厝边讲，这个爸爸只要啉酒，情绪就无稳定，就会甲太太甲囡仔来罚跪。警察来真侪届啊，社会局嘛已经来介入，但是也是无改善。社会局讲，今仔日就会申请保护令，会加强公权力介入处理。两个员警到现场，这个大人唔插囡仔伫边，就甲警察对呛。原来是有民众看到囡仔被罚跪伫路边，感觉危险，才会赶紧报警。迄天有民众翕相片，这个囡仔甲因老母互人罚跪，未少住伫附近的网友讲，这已经唔是头一摆啊。这个做老爸只有一个啉某囝拢爱罚跪，警察来几下摆啊，抑过拢无路用。小孩子我带回来了，结果我很生气，而且他说你干嘛？就一生气啊，就说啊，不是跪也好啊，踢而起啊，没有不当管教，现在改善了啊。记者来到现场，地点伫真老这个菜市仔边，在地人拢知影，抑过唔敢起讲，讲这个一家之主情绪无啥稳定。规条街拢听到啊，家贵啊，现在呢，这两头都打得太可恶了，有时候打他超恐怖了，安全帽打他，屁股好恐怖，看着都会怕。社会局讲，今年年初就接到通报，抑过家长拢无配合。已经反复对小孩有不当管教的状况，所以今天我们会立即为母子申请保护令，禁止再对母子有不法的侵害。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规定，违反保护令，会使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拘役也是罚10万块以下罚金。希望讲会当真正帮助到这对母仔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